唔係兄弟都唔介紹。呢份保險咧，乜嘢都保嘅，俾蚊針親，俾狗咬親，甚至俾魚撞親，都一樣照保。哦，唔單止咁，就算感情破裂、心靈受創啊，自尊心受損同埋單戀成狂啊，甚至溝女未遂、心願未了啊，都一樣照保啊！我保啊，我保啊，我嘅心願咧係呢個禮拜3我生日，我要支咪陪住我噶。你有 taste， 我收買你玩，你嘅心願將會實現。呢個世界邊有咁嘅保險噶？有，我講嘢喎，你都唔信？嗱，做人真係好化學嘅。今年6月9日，有個阿婆游水，無端端就俾鯊魚咬死咗。嗱，今年4月2日啦，有個阿伯過馬路，砰，俾車撞，又死埋。今年過年初10啊，有個阿婆食年糕啊，一啃咁樣就死咗啦。所以阿婆，你一定要買保險。我買啦，醒目。好，你又買？叫我老母買保險，叫你老母買啊！我老母買咗噶啦，就差你老母咋？買你老母！又係。你哋班友仔唔聽我講啊！你哋一定會後悔嘅。香港根本而家就好危險，一日啊閒閒地都要死幾廿萬人，隨時都會有意外發生，對我哋根本毫無保障。哼！你哋唔幫我買人壽保險啊，我鬼望你哋全部意外身亡。咩啊？聽講你做人壽保險嘅喎，唔抵搞成抌啊嘛？陳志強，我話你知啊，呢份保險嘅好處啊，就係賠錢費永冇甩拖，我自己都買一份噶。真係？梗係啦，你叫我淨係靠份人工啊，我咪聽仆街都得啦。我一等錢使啫，就開始自己丙自己噶啦。嗱，呢一拳啊賠9000，呢一拳又賠9000，呢一下賠4800。我波子啊首期都要夜晚啦，我順手拿完煙灰盅兜頭一拍，即賠8萬。咁都動單12萬啦。啊！冚跛埋隻腳，啱啱好啦，下個月就出車啦。點睇啊，孱仔強？唉，我咪唔想幫佢買啊！我真啲咁賺都有名俾調啊！我驗單疾唔巴字啊！只要你肯買，我自然有辦法搞掂。